呢個時候，我見到有一陣嘅黑煙喺四方八面咁湧過嚟，佢哋好迅速咁籠罩住整隻嘅木船。呢啲黑煙就係低頻能量，喺黑煙嘅覆蓋之下，我見到有啲靈魂係被帶走。由2025年天使聖團一直傳訊俾我哋，就係天使靈氣嘅學員鼓勵我哋持續傳送天使祝福俾香港同埋地球。天使將香港比喻成為一隻木船。喺2026年嘅2月中，我同天使靈氣嘅同學再一次將祝福能量係傳送俾香港。進入狀態之後，睇到呢個清晰嘅畫面就係天使依然用一艘木船代表香港，而船上嘅乘客咧就象徵香港人。起初我嘅視覺係由上邊向下邊望，發現甲板空無一人，咁跟住我嘅視線就逐漸拉近，轉向船嘅一邊啦，深入船艙入邊，先發現原來乘客正係揾緊地方匿埋。隻船冇人，我第一個諗法就係唔通香港人全部移民，以致十室九空。好快我發現以上呢個諗法唔係真正嘅原因，然之後腦海入邊浮起當年 COVID 疫情嘅場景，大部分嘅市民都留喺屋企，為咗配合抗疫唔能夠出街，而今次見到嘅意境就係同當時疫情係非常之接近。船上嘅乘客都匿埋咗喺船艙。呢個時候，我見到有一陣嘅黑煙喺四方八面咁湧過嚟，佢哋好迅速咁籠罩住整隻嘅木船。呢啲黑煙就係低頻能量，喺黑煙嘅覆蓋之下，我見到有啲靈魂係被帶走。黑煙入邊，我隱約見到有黑天使嘅身影，佢哋正係試圖帶走一啲冇保護嘅靈魂。與此同時，我見到另一群嘅靈魂被一道明亮嘅保護罩包圍住，安全咁避過咗危機。天使聖團傳遞嘅訊息就係要渡過呢個難關，關鍵在於保持與神嘅連結，維持對神堅定嘅信心，點亮你心中嘅光。我同時睇到光之工作者正係將自己心中嘅亮光傳遞俾其他人，互相點亮。但天使強調要真正點亮內在嘅光芒，必須要重新記得返自己真正嘅身份。我哋都係來自神，知道自己擁有面對一切嘅力量。即使喺黑暗籠罩嘅時刻，只要重新連結神聖本源，堅守住信心，喚醒我哋內在嘅光，我哋就能夠獲得保護，穿越挑戰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資料到此為止啦，記得 like and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確保每一次都會收到我最新嘅資訊。